了这个啊，足够水的呢。来，同我声先讲鼓励一下。各位贵宾，各位妈妈，大家好。我是南雅国小4年的蔡依莹。今仔日我要演讲的是我的愿望。少年若袂晓想，食老就毋知样。老师常常用这句话来鼓励阮，就爱趁早计划将来。所以，阮同学有的人大汉要做医生、律师、空中小姐。毋过，我想要做的是服装设计师。因为这是我即马上大的兴趣。读国小了后，我就爱甲芭比翁仔西装打扮。拄开始总是骹手混沌，芭比翁仔互我装甲不得不切，3分无成人，7分哪成鬼，我的心情就有准。阿嬷会安慰我。乖孙诶，莫放弃，阿嬷甲你斗3工，保证互你满意。经过一摆搁一摆的练习，我加进步足侪，嘛较有信心。后来我需要真人互我西装打扮，厝内人拢支持我，我甲阿爸头鬃。目做2支冲天炮，身躯披一领大浴巾，看起来袂输超人的。搁咧阿嬷的头壳顶变花样，整整咧，敢若18岁水姑娘啊！因若无生气，颠倒鼓励我。阿母会带我去报市，看5花杂色的布料。逐种布料摸起来感觉拢无同，搁捌带我去听服装设计师吴贵公的演讲。伫当场，我是上细汉的听众，毋过大家拢甲我当作大人共款尊重我，互我足感动。虽然做服装设计师这个梦，毋知会实现无？毋过，伊已经变做我做代志的动力啊！即马，我会晓用卫生纸、纸巾仔做一个帝王仔洗、穿礼服的新娘翁仔。人讲一步一脚印，为着这个愿望。我绝对爱打拼，毋望将来会当甲吴贵公同款，伫国际舞台顶搁加一个台湾之光。我的演讲就到这结束，嘛祝福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！哇！